头段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，关心中度风台小犬目前是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继续往西北西行。按算拜三到拜五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明显的时阵，风台按算会对台东附近登陆，风雨各地风雨拢会明显开始变强。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向台湾接近，委员会采分度因看到伊结构环境宽流十八，对称而且正大。今日透早伫个高原片东南东风差不多470公里的海面上，气象署伫个初日半暝发布海警，上紧初三中昼过后，就会发布陆警。在4号到6号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期，这段时期呢，台湾附近的海域上面的浪都会相当明显的偏大，而在陆地上面呢，也会出现强风以及豪雨的情形，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。气象署检判风台伫台湾东南部甲恒春半岛登陆几率较悬，即马风台接近，外围环流影响，拜三开始北部、东半部落雨明显增加，尤其华东地区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，各有可能出现大水河等级以上落雨。中心登陆，风的影响也会变成比较加重，特别是在这个台东到屏东之间，降雨的热区目前看起来主要的降雨热区还是在整个宜兰花莲的交界，花莲、台东以及屏东，特别是在恒春半岛一带。小犬风台可能予东部、东南部山区出现局部大水河等级以上的雨势，包含基本国家森林游乐区、嘉平湖、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拢会陆续关起来。然后树林平地森林园区、垦丁双流甲天基国家森林游乐区是伫初4甲初5有景性休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